60岁或者是60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如果您睡前没有吃对东西，您的肌肉量就会随着每1晚的睡眠逐渐流失。根据研究显示，长辈每10年可能会流失高达8%的肌肉量，而这种流失大部分都发生在睡眠期间。曾有一项发表在《临床营养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研究指出，60岁以上的人每10年会失去高达8%的肌肉量，而最令人担忧的是，绝大部分的流失都发生在睡眠时。除非您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在您看完这段影片的时候，您的肌肉量可能已经减少了0.2%。在这段影片中，我们将讨论8种被认为是睡前食用最强大的食物。我们将从第8名倒数介绍到第1名，以及最重要的冠军食物。即使没有进行额外的体能活动，睡前食用这种食物的长辈，其夜间肌肉蛋白的合成量也增加了22%。此外，有99%的长辈并不知道某种特定的食物可以帮助恢复高达69%的流失肌肉。鉴于近期研究中那些令人担忧的发现，我们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如果您想变得更强壮，现在开始永远不嫌晚。但在我们开始之前，请问您今年贵庚？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您的年龄。首先，话不多说，让我们从清单上的第8名食物开始。这是一种很简单却常被遗忘的食物，尽管它对于保护您的肌肉至关重要。第8名是茅屋起司 （cottage cheese）。茅屋起司听起来可能不怎么令人兴奋，但对于试图维持肌肉量的长辈来说，它绝对是一个改变局面的关键好物。茅屋起司中含有大量的酪蛋白 casein， 这赋予了它独特的风味。酪蛋白是一种缓慢消化的蛋白质，与乳清蛋白为那种会导致血液中数值瞬间飙升然后迅速消退的特性相反，酪蛋白会在6到8小时内逐渐释放氨基酸。正因如此，它非常适合睡前食用，因为那时您的身体将会有好几个小时无法静止。茅屋起司就像是一个缓释贴片，在您睡眠期间持续维持高浓度的建构基石。这是您的肌肉生存和重建所必须的。这发生在睡眠期间肌肉分解自然增加的时候。在一项发表于英国营养学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长辈在睡前摄取30克的酪蛋白，并评估他们整晚的肌肉恢复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没有进食的人，其夜间肌肉蛋白合成量仅有基准线的水平，相比之下，摄取酪蛋白组别的合成量则显著提升。对照组出现了肌肉量流失的情况，但摄取茅屋起司的组别不仅维持了肌肉量，甚至还有所增加。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剧烈阻力训练但仍希望保持力量和活动能力的长辈而言，在睡前30到60分钟是享用茅屋起司的最佳时机。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很想知道各位今天来自哪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也请不要犹豫，尽管提出。此外，请务必订阅并开启通知设定，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长辈健康最实用的建议。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影片，我想知道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内容引起了您的共鸣，请留言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选择成分单纯且低脂的茅屋起司，以减少热量和不必要的添加物。如果您觉得味道不够丰富，可以加几片香蕉或撒一点肉桂粉。
水果中的天然糖分不会干扰您的睡眠，而且添加的钾有助于放松肌肉。您应该从半杯的分量开始，观察身体的反应。有些人在食用后会感到温暖或放松，这归功于缓慢释放的色氨酸 tryptophan， 它也有助于入睡。茅屋起司看起来可能像是一种过时的食物选择，但实际上它是长辈在睡眠时用来保存肌肉量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由于其价格低廉、易于消化且成分天然，它简直是为了在身体休息时持续供给肌肉营养而量身打造的。如果您一直感到虚弱，例如醒来时觉得无力、酸痛或反应比平常慢，那么饮食习惯可能是原因所在。第7名是水煮蛋。水煮蛋是您能吃到最多功能且营养密度最高的肌肉保护者之一，特别是在睡前。它们不仅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更因为它们能提供您身体维持受肌肉所需的精确比例，必须按计算。人体在60岁以后代谢蛋白质的效率会变差，这使得这一点对长辈来说成为特别重要的考量。即使您摄取了适当的营养素，如果这些食物的品质不够高，您的肌肉也不会产生反应。鸡蛋正是这个难题的解答。每一颗鸡蛋除了含有约6克的完全蛋白质外，还含有白氨酸氯嗪，这是一种能直接刺激肉生长的强效氨基酸。根据2021年一项关于营养的研究，与睡前没有摄取全蛋的长辈相比，有摄取的长辈在12周内的肌肉保率高出了19%。此外，研究人员还观察到鸡蛋能提高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EGF-1 的水平，这是一种负责组织修复的荷尔蒙，且往往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下降。所有这些都可以透过一种只需几分钟准备的简单饮食来实现，从而改善夜间恢复、减少酸痛，并减缓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速度。时间点和分量控制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数长辈只要在睡前约半小时吃1到2颗水煮蛋就足够了。尽管您在深夜可能没有很好的胃口，但水煮蛋很容易消化。由于它们的糖分和淀粉含量极低，因此不会干扰您的血糖水平或睡眠能力。如果您想进一步提升效益，可以在上面撒一些黑胡椒或姜黄。黑胡椒有助于身体更有效地吸收姜黄，进而降低夜间的发炎反应。为了满足您对额外热量的需求，并确保整晚有饱足感，您甚至可以将鸡蛋与一小块料理搭配食用。对于那些难以维持食欲或不喜欢在睡前吃大餐的长辈来说，水煮蛋是摄取洁净且高效蛋白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们不仅方便，而且富含帮助保留肌肉的营养。您白天的饮食并不是决定您强壮与否的唯一因素。您在身体入睡前提供的营养，正是您的肌肉所需要的，而鸡蛋恰好能提供这一切。第6名，这种富含蛋白质的鱼类，在维持长辈肌肉量方面具有强大的功效。虽然橄榄油自尾鱼看起来可能不是传统的宵夜选择，但对长辈来说却是绝佳的选择。大量的瘦蛋白与尾鱼中重要的 Omega-3 脂肪酸相结合，使其成为非常有价值的食物，特别是在睡前。这些营养素不仅有助于肌肉的发育和维持，还能减轻发炎并加速组织愈合的过程。当时才浸泡在橄榄油中时，其益处更为深远。健康的脂肪会使消化速度稍微减慢，导致氨基酸在整晚持续释放。此外，它们能让您的身体保持在同化状态 （anabolic state）， 这是一种促进肌肉生长的状态。与晚餐中没有包含优质脂肪的长辈相比，那些在睡前摄取富含高蛋白及 Omega-3 食物，
如尾鱼的常备，其夜间肌肉蛋白合成增加了34%。根据2020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的一项研究，橄榄油特别重要，因为它促进了脂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D 的吸收，并负责改善血液中的抗发炎指标。因此，您在早上醒来时，肌肉酸痛会减少，肌肉保留率会提高，力量恢复也会更快。基于这个原因，在准备尾鱼时，建议您使用橄榄油自尾鱼，而不是水煮尾鱼。除了促进夜间恢复外，油脂还能作为消化助剂。如果您正在寻找能帮助您产生饱足感的食物，您可以取约半罐尾鱼，搭配几片小黄瓜或营养谷物饼前食用。如果您想增加风味，也可以加入一点海盐或挤一点柠檬汁。睡前应避免美乃滋和其他厚重的酱料，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胀气并干扰您的睡眠。白氨酸 leucine 是一种作为肌肉构建启动开关的氨基酸，而尾鱼是地球上含有最高浓度白氨酸的天然来源之一。此外，白氨酸对长辈来说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身体需要更大量的白氨酸才能引发与年轻人相同的反应。透过确保您在夜间摄取足够的量，可以对抗肌少症 sarcopenia， 这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隐灭的肌肉流失病症。单单因为这一点，这种食物就是您最明智且最直接的选择之一。如果您认真想要在醒来时变得更强壮，而不是更虚弱，您应该将橄榄油自尾鱼作为晚间例行饮食的一部分。它有助于身体恢复、减少发炎，并提供洁净的蛋白质，却不会像较沉重的餐点那样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这不仅强大，而且实用有效。第5名是希腊优格 Greek Yogurt。虽然希腊优格看起来像是一种简单的点心，但它实际上是长辈可以摄取最全面、最有益的食物之一。如果您想保护肌肉，应该在睡前食用它。它与其他产品的区别在于其成分中含有钙质、天然益生菌和缓慢消化的蛋白质。与普通优格相比，希腊优格经过过滤去除了多余的水分，这使其富含酪蛋白。酪蛋白是一种消化缓慢的蛋白质，能像普通优格一样，在整晚为肌肉修复提供燃料。此外，它能在宁静时候长达7小时内为您的身体持续供应氨基酸，这正是您老化的肌肉在睡眠时所需要的。在一项发表于《营养学前沿》Frontiers in Nutrition 的临床调查过程中，研究人员让长辈在睡前食用富含蛋白质的希腊优格点心。研究人员发现，与完全不吃任何食物的人相比，这些人在整晚的肌肉蛋白合成率高出了26%。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展现出肌肉组织中立腺体活性 mitochondrial activity 的增强，这表明细胞不仅恢复得更有效率，而且隔天还能产生更多的能量。对于那些在睡眠后要应对晨间疲劳或肌肉无力的长辈来说，这是一大胜利。为了获得最大效益，请在睡前30到45分钟食用约半杯原为无糖的希腊优格。请避开掉为过的种类，因为它们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这可能会阻碍恢复过程。如果您觉得需要多一点味道，可以加入一些肉桂粉、几片切片草莓或一滴香草精。对于那些想要进一步提升效果的人，可以在混合物中加入1茶吃奇亚籽茶。胃这些种子提供了额外的纤维和欧米伽3脂肪酸，这两者都能使消化更容易并进一步减少发炎。此外，
希腊优格富含钙质，不仅有助于维持骨骼健康，还在肌肉收缩和神经冲动传递中扮演重要角色。维持矿物质平衡对于那些经历与睡眠相关的僵硬、无力或肌肉抽筋的长辈来说，其重要性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此外，希腊优格中的益生菌对肠胃健康有益，这与高龄者肌肉代谢的改善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因此，您不仅是在滋养您的肌肉，也是在构建一个更强健的内部系统来支持它们。希腊优格可能是您的肌肉一直在寻找的那种安静而有效的疗法。如果您正在经历体力下降，并且醒来时感觉身体机能正在停摆，它是简单、快速且充满了您身体在睡眠时修复、重建和维持力量所需的一切。第4个选择是温姜黄牛奶。睡前喝一杯温牛奶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这种补充品，特别是当与姜黄搭配时，有潜力成为长辈的肌肉保存强大武器。牛奶含有高品质的乳清蛋白、钙质和色氨酸，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更安稳的睡眠并加速夜间肌肉的恢复。此外，姜黄含有姜黄素 curcumin， 这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发炎物质，有助于减少肌肉组织的分解，并促进健康的关节功能。当两者结合时，它们构成了睡前最强大的饮品之一，能在您睡眠时维持体力并对抗发炎。根据2022年发表在《营养神经科学 Nutritional Neuroscience》期刊上的研究结果，与进食者相比，睡前饮用这种富含蛋白质的小份饮品的长辈，其夜间肌肉蛋白合成改善了 32%。在疗程中加入姜黄素后，参与者晨间酸痛和僵硬感减少，这两者都是肌肉和关节组织在夜间得到更好保存的迹象。这对于那些醒来时感到虚弱或因睡眠姿势而酸痛的长辈来说非常重要。这种饮料的制作方法很简单，这也是改善消化的最佳方法。建议将一杯牛奶，最好是有机或2牛奶，加热至温热，但不要完全煮沸。为了提高身体吸收姜黄的能力，拌入1/4茶匙的姜黄粉和1小撮黑胡椒。如果你觉得需要甜味，也可以加入蜂蜜，但是建议您将蜂蜜的量限制在最低限度，以避免不必要的血糖飙升。在睡前15分钟慢慢饮用。当牛奶开始将氨基酸输送到您的肌肉时，温热的液体有助于放松您的神经系统。您的肌肉将在夜间利用这些氨基酸进行自我修复。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可以使用植物奶，如杏仁奶或燕麦奶，但是您应该确保这些奶类有强化钙质，并额外添加蛋白质。如果您希望植物奶的肌肉保护特性尽可能接近乳制品，请寻找含有豌豆蛋白或大豆蛋白的版本。另一方面，真正的乳制品在保存长辈肌肉量，特别是夜间方面，提供了最确凿的科学证据。除了为您的身体提供营养外，这种饮料还能帮助您的大脑荷尔蒙为安稳且恢复活力的睡眠做好准备。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正是它如此成功的原因。因为肌肉不是在锻炼时生长的，而是在您休息、恢复并提供身体所需原料时生长的。此外，对于那些试图在不依赖药物或严格饮食控制的情况下维持体力的长辈来说，这种黄金饮料可能成为产生重大差异的每晚仪式。清单上的第3名，杏仁酱 （almond butter）。虽然它看起来不过是一种美味的抹酱，但杏仁酱实际上是一种营养密度高、消化缓慢的食物，有助于保存肌肉，同时提升睡眠品质。这种组合对长辈来说非常罕见且强大。杏仁酱与其他种类奶油的区别在于它含有有益脂肪、
植物性蛋白质、镁和维生素的组合。所有这些都能在晚间促进肌肉的恢复和修复。当您在睡觉时，您的身体需要持续的能量来继续重建过程。杏仁酱提供了这种好处，而不会造成血糖飙升或胰岛素水平下降，这两者都可能会打断您的睡眠。研究人员在2020年发表于《营养素》Nutrients 期刊的一项研究中发现，睡前摄取少量原子性人的脂肪的长辈，其夜间蛋白率 nitrogen retention 提高了17%，这是肌肉维持的重要指标。同一项研究还观察到皮质醇或体素水平的下降，这是一种负责在夜间分解肌肉的压力荷尔蒙。此外，这表明杏仁酱不仅滋养您的肌肉，还能防止它们在您睡觉时被分解。大约在睡前30分钟食用1汤匙就足以获得这些好处。如果您试图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可以直接食用。如果您想要更多纤维，可以将其涂抹在全谷物吐司上。此外，杏仁中含有的镁有助于放松肌肉，并透过减少神经讯号的活动来促进更深层的睡眠。这对于受不宁腿症候群、抽搐或浅眠困扰的长辈来说是一个显著的益处。只要确保选择不含任何添加糖或氢化油的天然杏仁酱即可。那种经过高度加工且更像糖果的类型并不是您想要的。您要的是那种纯净、浓稠且能紧紧粘在汤匙上的种类。那些容易在半夜饿醒的长辈可以从食用杏仁酱中获得巨大的好处。由于其高脂肪和高蛋白质含量，它能维持数小时的稳定血糖水平，从您上床睡觉到醒来，为您的肌肉提供持续的营养。这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解决方案，但它很有效。此外，对于那些试图在60岁后维持体力的人来说，这种口感丰富且具饱足感的食物对您肌肉的帮助，可能比市面上50%的补充品还要大。第二名是酸樱桃汁 Tart Cherry Juice。带有酸味的樱桃汁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健康饮料，即使只需要一杯，它也是长辈用来减少肌肉酸痛、提高睡眠品质，并增强睡眠时肌肉再生最有效的策略之一。酸樱桃与其他种类樱桃的区别在于其含有大量的天然物质，称为花青素 anthocyanins， 这些存在于肌肉组织中的强效抗氧化剂能减少肌肉组织中的氧化压力和发炎。当您到了60岁，您的身体更难清除一整天累积的细胞损伤，这对于处于晚年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您的肌肉将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在一项2019年进行并发表于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期刊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port Nutrition 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组别相比，50岁以上在睡前饮用酸樱桃汁的人报告肌肉疼痛减少了高达33%，且睡眠效率提高了15%。研究人员不仅将结果归功于抗发炎的益处，也归功于褪黑激素 melatonin， 这是一种在酸樱桃中发现的负责睡眠的荷尔蒙。更好的睡眠意味着更多的修复周期，在这些周期中，生长激素会被释放，肌肉再生达到高峰。在睡前30到45分钟饮用约4到6盎司约120到180毫升的无糖酸樱桃汁，将为您提供最大的效益。产品必须标示为100%酸樱桃汁，而不是甜樱桃汁或添加糖的混合果汁，这一点至关重要。您不会希望您的血糖在睡前升高。
为了改善果汁的风味，您可以加少量水稀释，或加入极少量的柠檬汁。请注意不要过量，只需要少量就能让您的身体开始进行恢复所需的程序。这种果汁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有助于维持关节健康并减轻关节炎的症状。如果您正经历疼痛关节周围的肌肉流失，这一点特别有帮助。此外，因为它有助于放松神经系统并降低夜间产生的皮质醇水平，它能防御那些促进肌肉流失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在压力或缺乏睡眠时会增加。对于那些即使在床上躺了一整晚，醒来后仍感到疲惫、酸痛或精疲力竭的长辈来说，这可能是缺失的那一块拼图。同时能帮助您更快入睡，睡得更久并修复肌肉的天然食物极为罕见。然而，酸樱桃汁正是做到了这一切。将其纳入您的睡前里，形成叙事提升长期体力和独立性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您可以从今晚只喝几盎司开始尝试。第一名，当谈到预防60岁后的肌肉流失时，没有什么比睡前喝一杯高品质的乳清蛋白饮 （Whey Protein Shake） 更有效的了。白氨酸陆嗪是乳清蛋白中含量丰富的必需氨基酸之一，也是启动肌肉蛋白制造唯一最重要的因素。随着年龄增长，您的身体会对摄取较少量的蛋白质产生阻抗性，这种术语称为同化阻抗 （Anabolic Resistance）。如果您想保留现有的肌肉，并重建已流失的肌肉，这意味着您需要更多正确形式的蛋白质。乳清蛋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快速吸收，快速刺激肌肉生长，并在睡眠的最初几个小时内持续支持恢复，这些都只是这种补充品的部分好处。2021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项临床实验调查了65岁以上人士在睡前饮用40克乳清蛋白奶昔的效果，清蛋白奶昔的效果，结果绝对令人震惊。参与者的夜间肌肉蛋白合成增加了22%，同时力量增强，且步行和平衡的功能表现也有所改善。此外，他们表现出夜间肌肉退化的迹象减少。这意味着仅仅透过在睡前喝这种简单的奶昔，您在早晨就会有更多的体力、更少的酸痛，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拥有更强壮的肌肉。在睡前约30到60分钟取一是高品质的分离乳清蛋白回 （Protein Isolate） 与水或无糖性人奶混合，这将产生最佳的效果。请避开增肌粉、bulk、钙铊和含糖的蛋白质混合物，因为它们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并干扰您获得良好睡眠的能力。为了制作更丰盛的奶昔，您可以将其与半根香蕉或一小匙杏仁酱混合，这将为您提供持久的能量。诀窍是确保它不仅轻盈易消化，而且富含洁净的蛋白质。如果您有乳糖不耐症，分离乳清是较好的选择。如果消化有问题，水解乳清 hydrolyze whey 则是较佳的选择。乳清蛋白也支持睡眠期间生长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的产生。这些荷尔蒙对于重建肌肉、强化结缔组织和促进恢复的过程至关重要。这对于面临虚弱、跌倒或体能活动后愈合缓慢等问题的长辈来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此外，与许多其他餐点不同，即使您当时不饿，但白饮也很容易制作。混合过程只需几秒钟，它对胃很温和，并提供您肌肉所需的一切。在适当的时间食用这一种点心，可能是每天晚上醒来时变得更强壮，还是流失更多肌肉之间的关键差别。对于那些认真想要在70岁及以后
长期维持独立性、活力和力量的长辈来说，每晚饮用乳清蛋白饮是绝对必要的。是的，那是必要的。60岁以后，您的肌肉不仅在白天会变得较不明显，而且在您睡觉时也会消失。在适当的时刻时，用正确的食物有潜力改变这一点。这里列出的8种食物不是一时的流行，相反地，它们是有科学研究支持且经实际结果证实的工具。此外，您越持之以恒，您就会保持越强的韧性。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计划今晚睡前尝试哪种食物。最重要的是，如果您想收到更多基于科学研究的强校长辈健康建议，请立即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让我们从每晚一点一滴做起，致力于恢复您的体力。如果您想变得更强壮，现在开始永远不嫌晚。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想分享您的个人经验，请不要犹豫，在下方留言。